今日係2025年4月14號，聖週星期一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聖言金句係出自聖若望福音第12章第5節。為什麼不把這香液去賣300塊德納，施捨給窮人呢？今日嘅讀經一係依撒意亞先知書第42章第1至7節，主題係他不呼喊，在街市上也聽不到他的聲音。福音係聖若望福音第12章第1至第11節。今日嘅福音係講述瑪利亞攞咗一斤極珍貴嘅純拿爾多香液，敷抹耶穌嘅腳，並用佢嘅頭髮擦乾嘅事蹟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內容如下：瑪利亞攞咗最珍貴嘅香油俾耶穌去抹腳，猶達斯卻話應該要將香油賣咗佢去濟貧。聖史路加批評猶達斯嘅建議並唔係出於心善，而係心懷不軌，企圖中飽私囊。瑪利亞嘅行為卻係出自真心對主嘅崇敬同埋愛慕。瑪利亞輕財重義，喺耶穌探訪佢同埋佢家姐馬爾大一家嘅時候，佢謙卑咁樣靜坐喺耶穌嘅腳邊，聆聽佢嘅訓誨，培養自己嘅義德。猶達斯雖然成日喺耶穌身旁，聽到基督嘅訓誨，但係卻想利用耶穌要人有慈悲憐憫嘅心懷，試圖用周濟窮人為藉口，乘機斂財。天主所悅納嘅係人出自真心嘅愛慕，聽從佢，而唔係做出各種言行，目的係為咗令他人聽到或者見到嘅時候，覺得佢崇敬天主嘅表面功夫。所以耶穌稱讚窮寡婦2個小錢嘅捐獻，遠比富人嘅大筆投錢入捐獻箱，令到錢箱叮當作響，吸引人嘅注意，更為天主悅納。因為天主的看法與人不同，人看外貌，上主卻看人心。幾年前睇過一套電影叫《沉默》，片中有一個難忘嘅角色，佢叫吉治郎。佢不停咁樣揾神父辦告解，然而一旦遇到挑戰嘅時候就屈服，事後再辦告解，再遇挑戰又屈服，再辦告解，周而復始，不斷重複。呢個人正係我哋軟弱嘅時候嘅真實寫照。佢冇瑪利亞咁樣堅定地始終如一咁樣愛主嘅決心，然而我敬佩佢真心愛主，時刻自省自己嘅缺失，有不斷努力同主修和嘅信德同埋勇氣。願我哋都可以克服自己嘅軟弱，效法佢愛主嘅真心。今日嘅祈禱同埋反思如下：慈悲憫人嘅天主，你洞察人心，求你令我謹記我嘅一切思言行為，無一不是在為你作證，教我銘記領洗時嘅初心，用真心侍奉你，為你服務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